句型练习，有字句，基本句型。A 领有者标示栏类格，加上 B 被领有者，加存在动词。中文习惯翻成有。A 存在的法加 B 存在的基础，标示栏类格，加存在动词。中文习惯翻成在。存在动词月有在，没有不在，有蕊有在，有马蕊没有不在， Duk 有在， Minduk 没有不在。例句 Kiran kabar月你在哪里？ Nga dobjar月我在学校。Namke nangla kerma katsoe duk 天空里有多少星星？ Namke nangla kerma mangbo duk 天空里有很多星星。培拉佐巴蒙波有蕊西藏有很多牧民。古夹就在欧拉民都给椅子不在桌子下面吗？古夹就在欧拉民都椅子不在桌子下面。咸吹能朗牙找敏查蒙波有蕊大海里有各式各样的鱼。